不能查。我叫刘恋，大家都叫我榴莲，今年30岁。从小我妈就告诉我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我是个试管婴儿，没有爸爸。然而，现在我应该说，我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孤儿。就在3天前，我的妈妈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很多人都说，失去了双亲的人会迅速变成一个大人，但我并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从小时候开始，自己就是个大人。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是个试管婴儿，就对你格外宽容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工作室的时候，感觉灵感暴风，天使在握着我的手。走路看路，我只感觉塑料袋在勒着我的手。没有被感动到吗？啊，我的画上是谁？你看，到了！哎呦喂！哎呦疼！你赶紧起来呀！这么大人走路还能摔跤？起来！你不扶我一下？那你躺着示众吧。刘秉之，刘秉之，我可是你亲生女儿。摔倒了，干嘛着急爬起来？躺会儿不也挺好？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把你撞了。西服不错啊，约会啊？不是，你眼睛怎么红了？罐子里是什么？咸菜吗？你找我什么事？要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。你是伴郎啊？带我去吧，蹭顿饭吃。你不认识？你当伴郎的人，我能不认识啊？马迪尹峰，这叫不认识啊？跟你说要来，要参加吗？哎，伴郎终于来了，同学粉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了。那个啊，一小子不地道啊！榴莲，他怎么会来啊？赶紧让他走，快点！让我走啊！阿瑞，新婚快乐啊！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这么又高又瘦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很会说话。一般般吧。欢迎我来吗？马迪，你是不是把我画给卖了？尹峰要用男人最帅气的方式，将鲜花送给他最爱的姑娘。让我们一起掌声为他见证。阿姨，这个位置有人吗？没人没人，今天我老头没来，今天这个都是对号入座的。来，坐吧，姑娘。坐吧。这里没有婚戒，帮我看一下。朋友们，不要忘记您的掌声，伴随二位新人的脚步，步入神圣的殿堂。哎，这姑娘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哦，对了，公交车上。
不好意思啊，刚才阿姨走得急撞着你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，阿姨，那喝一杯吧，赔个罪。好，哎，谢谢，好了好了，阿姨你干了我随意。好，祝你幸福。哎呀，这酒劲还挺大，怕就真喝不了。来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啊！准备好了吗？3连拍啊！3、2、1，开始！输了？没有，哪有力度红？来个猪八戒背媳妇儿！我俩像伴郎伴娘，那也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们以后也是彼此的伴郎伴娘嘛。小点来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婚。谁要是敢先提出分手，谁就天打五雷轰，不得。娘，快要结婚了吧？男朋友没一起来？阿姨，你看到那张照片没？学服那张。原本有我的，给我裁掉了。哦，你和新郎新娘都是同学？还有伴郎呢。以前我们4个说好了，要一起办婚礼。那伴郎现在呢？分手了，不是有半年了。分手了。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分分合合也正常，就看你现在啊，你们两个还有没有戏？有请督导送至话筒，下面时间交给你们了。马迪，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话，我们其实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，也尝过了生活的酸甜苦辣。我现在只有一句话想对你说，无论风雨，有你足矣。我的这句话呢，还是想对大家来说。其实我跟雨峰一直觉得婚礼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，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都是我们最亲密的至亲好友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也是新娘的戒指给我一下。一生只为谢谢。一生只为一个人相伴终生。其实为了这场婚礼，我已经3天3夜没有睡觉了，但是这一刻。跟我大学时期所想象的婚礼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其实我相信，在未来，他们都能一如既往的。这找男朋友啊，一定要自己喜欢。他们依然给对方准备了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，要在舞台上进行交换。我们要进行下面一个环节了，相信刚刚大家入场的时候，一定都有拿到一个爱的号码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抽取一个幸运的